港燈大約100名遇難者家屬先喺碼頭拜祭。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部分人同法師一齊出海到出事水域超度死者，佢哋灑溪前為往生者致哀。另外，港九小輪公司管理層就喺大角咀嘅碼頭焚燒冥鏹，再帶大批祭品出發到出事海域做法事。港九小輪總經理伍兆元話：希望死者安息。今日正係啱啱係嘅受難者嘅頭七啦，咁你希望做點心意啦，即係所謂我哋廣東人嘅做場法事啦，希望你得到個安息啦。日前我哋同啲員工溝通過啦，希望佢哋係能夠係收拾心情啦，做好自己工作崗位，為市民服務啦。咁如果員工有需要嘅話咧，我哋會提供呢個輔助俾佢哋嘅。伍兆元又話，涉及事件嘅海泰號船長情緒仍然波動，佢要休息同接受心理輔導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。